渐渐过去，春风又柳开啼。泥头暖暖，河水清清，容呀未满天碧。山芒大表四天刚润，地飞银线脱离。祈求天公慈心保佑，风俗平安顺心。我想到处走走，上来吧。我不会骑啦。我也不敢让你骑，你坐后面吧。你要是不跟我去，我唔会尋唔到路。拜託，拜託。喂，站住！混蛋！站住！没听见啊？你是日本还台湾人？听不懂是不是？你日人还是台湾人？台湾人啊！台湾人还敢穿日本制服乱跑，叫造反呐！日本军服不能穿，不然把你抓去关，明白吗？快滚！别再穿日本军服上街。阿兄，阿兄，啊，你是咧话啥啦？无啦，我计是阿兄转来啦。你嘛要学白话啦！
乌金白金全是金，我鸟请卖米兼卖乌汤冰，啊一次两收我做梦嘛唔敢想。爽，我在搞啊！放回去！放开啊喽！什么时咧拍卡路咧？拍卡咧，啊我痛啊都！我的，吵什么吵？我的，闭嘴！你就知道。坐下，快交出去了，交出去了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战败军人呢，不去集中处报道，喝醉酒鬼吼鬼叫，你要帮他是不是？连你一起带走。我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台湾人啊，台湾人啊！台湾人，台湾人啊！你瞧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来，你坐下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来把他带走，带走。喝酒了，不要再吵了。你慢点坐下，放开喽！来，你慢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再吵！台湾人，台湾人，加酒，快点，快点！你死我，你起来啦！这边人怎么好啊？会死人啦！跳啦！我要当男友啦！你拖那个男友，那个出我！跳！阿爸，我伫社看到的，正经是阿兄啊。阿人都转来，哪会无柠檬哦？还是走得倒啊？我哪知啊？还是走去甲谁啉烧酒？哪会唔敢安尼？我哪会知啦？阿爸，伊骹吼敢怪怪，爱小可注意者。啊，是安那怪怪啊？我哪会知啦？好啦，我现在回来。我听少，多谢你呢。哎呀，你也看到啊？你顺行顺对啦对啦，多谢呀。好啦，顺行。好啦，跟你去。观音菩萨，多谢你保庇阮阿青仔回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啦，多谢你啊，多谢你啦。不对，做嘛还醒啊？你跟人家表鸟，唔夹把腿哦，小屁乜街啊？anh呀，叫人冇卡做嘛啦？重新给我转来。唔好乱讲哦，一做唔得公司喎。乜你唔讲说哦，我都话讲定去尔啦。用我眼呢？其实酒醉啦，杀去了无法子讲，赶紧转，好呀，好呀，十分钟。三八，赶紧转啊！好呀，好，十分钟。阿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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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事我进来啊！同事我进来有听到无？你阿爸讲，你向伊讲伊讲去。
来。阿爸，真是好搞，这个囡仔搞，我一个溪骹破生去，叫伊后世人要安怎过啊？后爸带文华姊甲文德兄来看阿兄。那有啥哪看？溪骹破生有啥哪看？文华，从哪来啦？都见用的哦。牙膏甩脱嘞，啊，见用的啊，叫啦，哈？严重哦。你不然看一下，看一下就好，看一下哦。文华，从前按现场做哪来？你本去先说一下。看一下就好啦。阿兰宝，文华，来走，慢点进来，来走。妹弟啦，认真来是好事情啊，莫想暗多啦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再说啊。应该啊，哦，你对我足无信任的，啊，无几工安尼一直催。银行毋是我开的啦，而且吼，找款的爱时间。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啊，我家己的钱哦是无偌济啦，啊，毋过阮爸迄是棺材本，袂当死甲贼啦。对啦，先摆，啊，迄钱是落来卖啦，
我观察不马上落去安尼。袂紧张啦。姑娘，小酒来啊！阿伯兄，咱即马是要讲生理的代志，即块查某不免的。好啦，啊无你家己看。相信恁老爸应该足欢喜做头家啊。文泰，妞啊，做得无？让我请下来。这种生理盘学出啊，我连名拢甲恁登记好啊。安尼，咱即马会当开始做生意啊吼。拄则有人讲无爱啉啦，啊若无吼，我足想要敬你一杯。啊，恁老爸若有伫遮吼，我嘛想要敬这个大头家一杯。啊，若你虽然少少仔钱，你嘛算二头家呢。安要做生意啊咧，赞，爱庆祝，这个查某的，头家，头家。没错。啊。阿伯兄，你甲银行借遐济钱，米甲店登记是阮阿爸的名，安尼是要互我阿爸做头家是无？这世间上吼无白做的生意啊！银行我借遐济钱出来，当然大股是我。头家登记担保证的名，是为着要较好做代志啊。生咧公家找麻烦。即马即个局势，生意做愈大是愈费气。只要是地无啊，拢要来敲用的。明讲啦是税金，其实啊，就是咧讨红包。啊，我会用老保证的名做头家，较袂遐捌啦。啊，我嘛生你去应付遐地无啊。安尼啦，你若感觉讲这吼生意有蹊跷，无想要做吼，恁的钱摕转去，我甲试下做。明仔载吼，我就来改名。看我做，好啊。阿伯兄，毋通安尼啦，阮庄骹人哦，无看过世面，较毋捌规矩啦。你毋通见怪，毋通见怪啦吼。文华姐，无去上班哦。我老头家娘讲，外国装顶人用转来，伊就本来较做专业，老外国做创的。文华姐，你来色茶？也拍无出哦。外国唔方便去家迄个好做登记，伊对外国去啊。几好无？汉做得啦。那就好啦。看来。文华姐，等一下啦。阿兄，文华姐来啊。阿兄，你莫安尼啦，你甲文华姐讲两句仔话好无？阿兄，我拜托你啦，你莫安尼啦。阿兄。文华姐，文华姐，阿公，下啲几块的，我算唔怕啦。文华姐，唔
免伫，阿哥这阵是较强。听说迄件梦准备好，毋过毋是笑啦，佮做底啦。唔伫啦。阿兄，你哪会拢无食？安尼哪会使？敢挡会牢？阿爸，等下，顶桥袂？要天气啥？爱本人啊，还佫无食。嗯。阿爸看你安尼吼，我心肝真正足疼的。恁小妹逐工吼，天也袂乌，就当作来照顾你，惊你爱乱想。你是要规世人拢莫继续。阿爸后悔啊！就算讲我顾你，我是能顾你几年啊？万不离我若死哦，是谁来照顾你？恁小妹逐工哦，天也袂乌，就当作来照顾你，惊你爱乱想。你是要规世人拢莫继续。阿爸后悔啊！就算讲我顾你，我是能顾你几年啊？万不离我若死哦，是谁来照顾你？拜托你啦，你用你个好脚哦，家己徛起来，好无？啊，若登记哦，爱你家己本人啦，我无法度替你办啦。要去毋去哦，在你啦。阿兄，你听阿爸的嘴，好无？这块发后中国，挂满太阳是十来米，挂满太阳十来米，卖3块钱好大面。买3个钱大爸姐，阿哥听讲你我去地方做登记，唔去去哦。阿爸讲我留记乡下去，唔听讲你去地方，就都得看到记的。你是谁？小婷，來啊！從前嗰樣用好冇？係做啲康健喎。全部去啦，其他叔叔。嗱，明年都要上啲平常嘅啊。唔興唔記得幾兩個冇嘅啊？五爸姐，我先轉。好啊，你是誰？上嚟了，小婷。卖3块钱好大面。哎，我问，有冇呢？你不是啥？佢就去南滚水。哦，你也是冇等一下。老大，从前有较好无？有啦，佢聽講去地方登記。登記嘛噶？細年啊，有意無做，冇看到，你睡無啦？同啥？你说嘞？你说嘞？睡哈？哦，睡啊。你要他再转哦。阿公，呀，阿爸，这前面说的事情来讲好了。钓鱼嘅生意难做啊，算是用办算，马沙占较太久，你说没清楚了哟。兄弟啦，
阿爸，孕胎按养成唔会有问题啦。佮点大下来，点到个时节啊，大方都会摸清楚。问题，伊是太和堂转来个，见过世面啊，到去听书啊咧。cái店kéo ngày bơi là cái đồng chí ấy liều chứ liều mẹ liều ấy thu chờ cái chỗ đảng tiền lại à thấy không 拿钱来？哼，万一人家喺几台赛车，赢做买生意。阿爸，莫想安多啦，莫用啊留起来晒扫啊。嘿啦，小安都这么干喏，孕胎又没生意呢，搞本记啦。真秘书上能用啊？爱说到安老呀，含伫真秘书日本迄么该用的咧。阿姨家人去我去看啊。好啊，下一工演出去啊。好。爸，回对了，就俩件。阿爸，那东西我就点搞好。哎呀，以前哦，日本人忙讲要叫太祖国嘅时节，啊，伊有书城，乃是老乡亲我来排水，迄来慢的哦，哼，你讲阿米拉咧，唔熟咧，哼，喂，你啊几台啊？伊迄唔欢喜哦，伊迄面表啊去，伊含唔出来，啊，佮所以去法联啊，请伊过来载，伊点出两三日。眼見老狀眼嘅部位唔好，開件事都屙唔出啊！啊，從今以後哦，唔是排水咧，是冇想到，人講我也有真秘書啊！你看啦，也淡薄呀，寫個迄人嘅名，難拜啊，你就會調價咧，唔是排隊啦。經過要開個七家是最好誒。係啊，對啊，難拜啊，迄人。衣服卡唔猜猜，阿爸全就唔是做。挨唔是做，挨唔耕田，一人拿批論出來真係啊！啊！阿爸，我想去學校。都講好了，看真秘書，考模兩下又要考，你是樣咯？好啦，文法，唔先去愛生意哦，吼。哦。聽下那樣。啊！唉，下禮拜嘅電風嘅事，阿太姑算無限聽數咧。梗係有問題啦。問題，唉，嘅電風嘅事，今仔會曉得咯。你都學做生意咩？愛學是學，唔好幾年咯，只會搖搖呀呀。對啊，爸。好誒啦，愛弄專一張弄。難得出來，俺迄老生意買下啦哈。你去哪去啊？哎呀，愛事前嘅地方，按道理去做嘛干咯？文珠啊，雲頭要做生意，唔好較上強地位，買下嘅錢俺出啦哈。哎，俺嚟咯哈。他的，就是人也了啊！俺是说，不爱一家起来。你出入嚟解放啊？来電機，阿爸本來愛樓愛窮下來，愛想講，愛自家來超好。對啊，我啱啱進來啊，ยังช่างอยู่ที่มือเนี่ยนี่นาที่โมปูไอคอน見工。講愛珍惜的係麼？
我遐下老死人嘛，该莫强用啊。本早谈早都无死，菊花佛法上每推，还迄无死。迄讲死的，我爸还有钱好了，唔会像遐下安尼。地方懂得同山营。哦，系啊，边的啊，警察啊，还有条先生。我转来家里，看到街坊有的人俺唔熟识，咩系同山营啊？唔会歧视人查。家里我看到迄个唔识的人歧视人查转。佮交俾警方先生啦，竟然考考期顺差总会过去。你要讲同山法哦？必须啦。也要歧视人查，真是太累。我冇去上课诶，就想特别强用。啲副卡同送饭时间都喺啲书下顶。唔中嗌同学现在，我冇接听，我冇去上课诶啦。你老咧做乜嘅啊？我喺留都难用咯。你强下行到也少好，出来路爱自家行。好嘞啦，人都转来咧，过一步怎讲？从前正经脚白白的，啊？你有看到佢行路？你用佢去人家屋卡，听讲人家迄咩摆脚啊？我怎唔会做暗无天良的事情？我喺啲地方看到的。啊，原来哦，哦，我是伫上去真秘所迄年，忽然间，哎，老两只孙的买海也迄年，哦，你是上街去看人家行路，去上伫人家迄咩摆脚，冇偷得。我中意阿妹，就喺微微都冇冇偷得，文化加本期就千秒偷得啦。唔做主，我冇意見啦。聽講人我去地方尋算命的，看下正月來正月嚟講，就卡提去。唉，天魔無主。伊本伊只好母的技術人，總伊從迄現到去轉正呀，其實毋是去南洋的啊。其實粗爽嘅擺腳。擺腳啦！哎，莫鬼啊！唔都講擺腳嘅事情，嘅阿南教父卡嘅事。正經無人講過嘅事情，無文化嘅事情吼，唔講話會算話哦。我其實講話無算話。哎呦，我哋遐無限七七，我無限愛田豐嘅事，啊太古留個真面從打下來做，哎呀，過一步嘅啦。一步一步，特別都講一步嘅。根本人我轉來以後，我條路地度就應有畫面，看到文化老從前行到田順路，樹肯等樹，從前啊行苦點慘啊，嘅。你是菜。奇怪，點解條路地度嘅畫面？我冇看到聲音嘅哈。哎呀，好嘞好嘞好嘞，哎呀，你講法老嘅，
比行其实再用空无路咧。乡亲啊，感谢大家吼，欢迎欢迎，今晚咱来参观一下吼，来，大家进来参观一下啊，进来。各位乡亲啊，来，较头前的吼，你看新的米甲，电动的呢，哦，加米的速度哦是有够紧的啦，不管你送来偌济吼，伫我店订2杯啊烧茶，米有够好势。您放心，我绝对哦袂互你送来的米吼，放伫外头吹风旁边。较早迄个头家吼。今晚开门啊，互恁伫遐等。恁放心，我阿太啊，做田人出身的，吼，绝对透早起袂光，开门等。若是讲哦，恁半暝哦有四头爱互我做，甲你学到真好势。这天通嘅鸡腿呢，按照咱的按多钱买按好嘅鸡腿。还有两个古董很出啦。还有两个古董，用我人来讲，嘛啥？天厝老天厝结成拜，安尼唔做。介绍一下吼，这咖米吼分2阶段吼。阿彪呀，勇！爸，出去啦！你要大只无啊？结束了。哎呀，拜托嘞，拜托。明水，你先摆的做乜嘅？乜嘅嘢啊？哦，其个乡亲啊，有约同山做生意，你不能这样去转来。同山做生意，啊，做好比这做来。阿爸，顶间你有讲的是希望斗3工的，要是议员，算真够难啦。做生意老总无穷用，要读书，佮哪里用的咯？急事难出头，钓股生意难做，而钓啥总目爱清楚啊，那是最要紧的。周末的事情，我们不会看书，不会有问题啦。阿爸，没问题啦。中，我都无甲你旧的用啊，终于来问钱咯。对啊，最咋钱啊？今日2千万一个。眼力啊！啊！你冇看你啊？俺不搞给你，你今天来没？四条，吃饱吗？好忙啊，哪有带饭饱哎？是呀啦，只有整成节目咪。娘叔，送椰子水分本要買，仲會送咩啊？點開幾台，冇乜會用啦，真會用。哈，数字講跌落去的哦。冇啦，誒，唔用我們嗌，點解我成年用啊咯？貴貨頭做生意冇問題啊，好笑，這唔是用樓頂的啵？唔記事啦，係先進去嘅。知咪說阮先幾台董無限，董無限，還送飯包的本愛哦。
猪肉。按照老皮讲简单，你三年这屋卡动辛苦的。你听天事啦，快先进去。嗯。好小，要唔係娘咪，冇素質講啊！头家，你这是有苏城的事情啊？唉，以前苏城嘅事情啊，那也无通使讲嘅，这是使到无路好行啊！你看看，村里一说咧，那差很多咯。你不能这样做哦，皮料就冇留下来啊。以后怎都会看那一种，看那一种。但阮问过啦，迄个总条咩案呢？佮讲你不能走咧，无会就不偏，咩伤唔好。都用假死落赔咧啊！就算少，也唔得少按多啊！唉，那你坐下来看啊。已熬出10岁了。头家，海几早个吃汤看看啦，讲要较好无？你啊，天水天体吼，当然啦。佢哋也是，偏本一看，无会唔会讲。其实我本一啲，我想办法呢。阿莫，这天水天体吼，还看是有变化哦。嗯。真呀，这条。前面说关门的哦。做成你知唔知佢关门啊？你讲大用，你冇，就唔點解那是停路嘅啊？我啲百貨行就係講閉關啊，又唔會用啊。好呀，有中意嘅，好下。哟，識槍槍哦。小條。你幾點上班？會辛苦冇？唔會啊。你公司多苦，早啲嚟前面上輕鬆啊。唔卡辛苦啦，素寒送好了了。不過，問到個案子些啊，不知幾年哦。唔嘅原子米真係佔嘅啦，其他事情係攞唔通用，你知買？嘅有一多年搞慣原子米啊？冇一多啦，全部老人客。我嘅路啊，哪一多些唔掂哦？我用嘅唔掂咯，係可能從細到大就會失去是。我真講啊，媽媽家人做唔得本地，係冇。小條，即係你講重新講噃。佢去嘅行啊，應該忙賺。幾神氣啊！嗱，爸講，我喺老幾鄉下去見買，嗱，我喺老幾鄉下去見咩買？佢講我一次解。沒法子，也經年咧，如果乜解麼？會啊，咁解咯。我要老幾講，我個我去嘅杭州登記，唔知佢用啥要讀到喎？有，小條安靜哦，
我去老鹰田凤仙呢。年龄多哎，就我去请谈啊。哦，多诶，多诶哦。多啲转来，我多些情景吧。年转来咧，心也可以转来啊。袂用是啦，我想讲，米袂当袂去别位咧，伊顶面也无写讲这台北的啊是台东的啊。好，听着哦。我想讲无呢，米甲到底是你头家，还是阮俩头家啦？骨架，不叫的，什么意思？就变记记了。原来你假人呢？卖人卖丑啊！你要讲人！我不能当班长了。是因为我吗？我上次说你长得像我未婚妻。那老师，你不要这样啦。文发，我爱国，莫按你啦。过去我的步对着你去的风，爱拄唔对，你做乜该转来？你跳晒了一下钟，开你就唱给佛帕雷，跳那么十大巴，用出太的帕萨内，食材麻木搭台，才好配要强下来，以后把胶水，你下个马来强下掉闹眼，树后那里mặc住跳心亮念浪都，你跳样扮辣，对爱强样无法度。天公观众我，我老眼光打在鼓，做个的唱歌，谁的的跳舞，风烟冲浪爱走两张不开路，你唱下我抽点碰点泡茶，是包呀妹哈的做下，莫喊其他，也讲讲谁的呀，我都放一路听，笑哈哈。